癌症已经连续41年排死亡的头名，平均4分19秒就有一个人着癌。台湾癌症基金会特别举办抗癌证书的颁奖典礼，透过分享因对抗癌症的故事，嘛希望会当鼓励其他的患者。邱美美身体在音乐顶当，讲话是真有正能量。伊是52岁黄千云，原本是急动症病房的呼吸治疗师，却是在2018年得到肺癌甲大肠癌。伊个因为化疗造成双脚严重感染，要甲脚锯掉，连续冲击予伊大受打击，得到急速转变的人生，伊都无法度面对，想要家己自杀。后来伊甲痛苦化为力量，行出破病的这个困境。我怎么又有癌症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又坐轮椅短腿了，想要快点回到我原本的正规的生活轨道，所以呢，我努力的一定要摆脱那现况。另外，这27岁姚富林5岁迄年较真恶性的淋巴瘤，伊因为肿瘤得到肋骨造成一世人下半身袂振动，得到肋骨损伤所造成的大小便的障碍，长期泌尿道发炎、地疮，也有肋骨歪一边这后遗症，包括伊烦恼家己是毋是是这个世界负担。后来，伊伫真拍拼学长笛，也有钢琴，伫轮椅顶面展开人生新的篇章。那时候我每个月都会去一家医院，然后弹钢琴表演。然后因为要表演的话，我就是等于平时在家里我也要练习，然后这会变成是我一个很好的动力。癌症已经连续41年，是民众10大死因的首位。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，110年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个人着癌，甲癌症共存是每一个人拢可能会面临的课题。台湾癌症基金会讲，虽然癌症发生率是逐年来升悬，不过在台湾的医疗环境进步之下，死亡率已经慢慢下降，而且癌症存活率也对20年前的40.7%，来到2020年的61.5%，存活率超过60%。也有愈来愈多癌症朋友成功克服疾病，走向新的生活。武器越来越多，所以只要能够早期发现，能够做适当的这个处理，再加上适当的预防再发，它的这个存活率已经比过去差很多了。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罗基明强调，癌症发生的机制真复杂，养成良好平衡的饮食形态，好好来防守每一喙食落食物，才能够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